各位早晨，啱啱起身返工嘅朋友仔，定係塞喺路面嘅的士大佬，你哋好！今朝呢單嘢真係笑到我甩褲。話說嗰個綠黨唔夠人選去選議員，咁就唔俾佢哋參加辯論會啦。喂，大佬，你哋唔係搞環保咩？點解連自己嘅選舉都要減碳㗎？慳成咁，唔怕第時連個地球都慳埋？你諗下，人哋話選舉係一場戲，你哋綠黨直頭連戲都冇得拍，係咪要頒個最佳茄喱啡獎俾你哋？人哋話團結就係力量，你哋就證明咗唔團結更加有效果。話時話佢哋唔夠人選，竟然想策略性咁唔派人喺啲選區，話要阻止保守黨贏。哇！呢招真係高到我完全睇唔明，就好似用一把遮去擋架坦克車咁勇氣可嘉，但係咪傻咗啲？嗱，根據非正式統計，唔派人選嘅結果呢，成功阻止保守黨嘅機率係0，仲要俾人笑到面黃。喂，選舉唔係靠幻想㗎，大佬，你哋以為自己係變形金剛咩？唔使出場都可以改變戰局。總之呢，綠黨今次真係擦出國際，唔知佢哋下次會唔會話要將啲樹木都坑埋，直接用空氣清新劑嚟搞環保？呢個世界真係唔搞笑都唔得㗎。喂，聽住啦！尋日聽到個鬼佬消息，真係笑到我噴飯。話說美國嘅加州居然眼紅加拿大嘅人民生活太過寫意，想為啲加拿大人過去填任。喂，大佬，你估加州係迪士尼樂園咩？去完唔包回程㗎。戴斯省個部長就跳出嚟話頂住啊，唔好過去啊！哇，戲劇性到好似拍緊無間道咁，差啲以為佢要爆佢3年之後又3年添。嗱，講到數據，我哋計條數，加州樓價貴到飛起，油價又高到離譜，仲要地震，山火輪住嚟招呼你，你話過去做乜嘢？過去瞓街咩？唔怪得加拿大人唔睬佢哋啦。講真，加州呢招擺明係糖水滾糖魚，揾啲加拿大人過去，咪又係解決唔到佢哋自己嘅問題。你估加拿大人係水魚，任你劏啊！最搞笑嘅係加州咁樣搞一搞，可能加拿大嘅楓葉糖漿又要加價啦！我哋呢啲小市民真係慘過梁山伯同祝英台，永遠逃唔過俾人抗嘅命運。好啦，講到呢度都已經晏晝啦，不如大家趁仲有時間去買定包薯片，準備睇戲啦！喂，各位揸車嘅、搭車嘅、未瞓醒嘅老友記，你哋冇聽錯，卑斯省政府忽然間大跳樓，移民政策嚟個1800度大轉彎，唔係話笑你哋反應慢，不過今次真係要醒醒定定啦。聽講聯邦政府大手一揮，卑斯省提名計劃嘅名額即刻縮水到得返1100個，哇！簡直好似將個5層樓嘅蛋糕掟落地下，再用鏟仔慢慢執咁慘啊！以前話落地生根，依家恐怕要原地紮營先得啦。話明要滿足勞動力需求，所以絕大部分名額都俾晒醫療保健行業。即係話你唔係醫生就護士，分分鐘連排隊報名嘅資格都冇。喂，咁啲 IT 精英、工程師、藝術家呢？難道要佢哋全部轉行做跌打醫師？真係諗起都覺得頭痕。講到數字，1100個名額，除開全省咁多間醫院診所，平均一間都分唔到幾個人，真係餅多粥少，搞到好似搶紅包咁。到時場面肯定揮冚過年宵市場爭崩頭啊！不過都唔使太灰心，話唔定卑斯省政府諗住出奇制勝嚟個醫療旅遊大爆炸，將全省變成養生天堂，吸引全球病人嚟醫病，順便刺激埋經濟。到時個個笑到見牙唔見眼，咁樣諗係咪又覺得人生充滿希望呢？喂，各位街坊聽住啦！尋晚多倫多河谷區又槍聲大作，真係怕過打邊爐，一槍打瓜咗一個，仲有一個半條人命咁滯，慘過食檸檬。講真，而家啲罪案率升到好似火箭咁，一日千里，直衝雲九。班警察叔叔就話要加強巡邏，但係你哋信唔信？我就信佢哋夠鐘收工咯。數據顯示，今年嘅槍擊案比舊年增加咗7成7，數字靚到阿媽都唔認得。唔知係咪啲人窮到窿，要靠槍嚟揾食，定係啲槍實在太平，好似買菜咁容易？呢個世界真係越嚟越癲紅。總之，各位出街記得帶眼，見到黑影就閃遠啲，唔好做英雄。英雄通常都死得快，希望呢啲槍擊案可以早啲收皮，唔好再搞震，搞到人心惶惶。如果唔係，第時出街都要帶埋避彈衣，真係唔知搞乜春。呢個世界真係諗起都頭痕。喂，各位揸車嘅、返工嘅，瞓醒未啊？今日單嘢真係夠晒爆，多倫多楓葉隊。
就係嗰隊成日話要攞冠軍，但永遠都係得個講字嗰隊。今年又嚟了啦，佢哋呢竟然攞到東岸第2名，咪住唔好咁快拍爛手掌。佢哋第一圈嘅對手係邊個？竟然係血太華參議員隊。哇！呢個咪就係所謂嘅安大略省大戰咯。成班人好似餓狼咁，想咬對方一啖。講翻數據，楓葉隊對參議員隊季後賽交手4次，楓葉隊贏晒。喂，唔好咁老定住，上次贏都係2004年嘅事啦。即係話啲球員嘅仔可能都大過佢哋自己啦。總之呢，依家就睇下楓葉隊今年會唔會繼續發神經，定係參議員隊會爆冷。上演一出農奴翻身做主人嘅戲碼。如果楓葉隊又輸嘅話，我諗成個多倫多都要落樹落足1年。唉，唔知幾時先可以見到佢哋真係捧杯呢？聽日繼續同大家吹水。喂，各位揸車嘅、搭車嘅，定係喺地鐵逼沙地魚嘅朋友仔，早晨啊！你哋知唔知發生咩事？話說北方安大略嗰邊有班醒目仔喺機械人比賽入邊威到震啊！喂，大佬，佢哋咪就係 Low Allen Park 中學嗰隊 Robotics Team 咯，乜嘢 Lane Box、Kate Brett 仲有 Major Lena 3個12年級嘅學生哥，居然可以同時打入2個機械人世界級比賽嘅決賽。喺德州侯斯頓啊，哇！真係唔係講笑，簡直係百年難得一見嘅奇才啊！嗱，你哋諗下，成個加拿大北方安大略咁鬼遠嘅地方，竟然可以同時喺2個比賽入面脫穎而出，嗱，機會率咪同中六合彩差唔多咯。計我話，佢哋應該去買張六合彩，分分鐘連贏幾個禮拜啊！唉，講到呢度，我諗起自己細個砌模型車都砌唔掂，人哋已經玩到機械人世界冠軍級別，真係人比人比死人。不過都係好事嚟嘅，起碼證明加拿大嘅教育都仲有啲希望，唔係淨係識得搞粗啲個頭。最後希望佢哋可以喺侯斯頓攞個好成績翻嚟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翻到嚟俾啲鄉親父老笑死就真係包皮咯。唔好意思，講多咗，拜拜。講下香港新聞先。喂，各位早晨，啱啱食咗早餐未啊？食咗就醒醒神，聽下阿星我講啲嘢啦。尋日啊，唔知邊位陳小姐咁犀利，喺長沙灣俾差佬截停，搜到30包 K 仔，總共20克咁多。你估佢開 party 啊？仲未完㗎。差佬叔叔仲跟佢返屋企，喺蘇屋村嘅斗度，再起出一載43公斤 K 仔，仲有101克嘅碧費可卡因。喂，呢啲嘢加埋成82萬，夠買層樓嘅首期啦，唔怪得佢咁搏命啦。哎呀，呢啲數據真係嚇死人！你諗下，1.43公斤 K 仔啊，即係幾多？可能夠全香港嘅後生仔嗨足成個禮拜啦。仲要加上碧費可卡因，唔係碧屁冇咁簡單，係辟咁嗨啊！嗱，而家呢位陳小姐就俾差佬帶咗返去嘆咖啡啦，唔知會點樣解釋呢？可能話自己夢遊，唔記得咗呢啲嘢點解會喺自己屋企出現？喂，都唔係拍戲㗎，邊有咁巧啊？咁嘅情況，你話會點？咪就係法官大人嘆晒氣，然後罰佢入去休息咯。不過呢，最慘嘅都係啲後生仔，俾呢啲毒品害到家破人亡，真係唔抵啊！記住，遠離毒品，珍惜生命。阿星我講完，收工。喂，聽眾朋友們早晨，有個廚房佬20歲都唔夠，已經衰過搞未成年小女，嗱，而家仲要喺酒店炒埋佢個女網友，搞到人哋 M 都要硬上弓，真係變態辣椒。高等法院話，事主俾佢搞到有抑鬱症，仲想跳樓添，影響深遠過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法官大人就判咗佢7年半。等佢喺監倉入邊學下點樣做翻個人啦。7年半，唔知佢出嚟嗰陣，仲記唔記得點樣揸鑊橙呢？唉，真係陰公咯。唔知到時仲有冇人敢食佢煮嘅嘢？我諗佢嘅廚藝生涯都凍過雪條啦。喂，各位街坊，聽朝起身又塞車，唔緊要，等我同大家醒醒神。話說康橋之家單嘢，個姓張嘅前院長衰咗，仲想甩身，想上訴兼且唔找數。嗱，黃法官都唔係食齋嘅，一巴掌拍落去，駁回119萬啊！以為智障人士好恰，咪玩啦！當堂要佢攰到甩褲，仲要俾埋訟費，簡直係賠了夫人又折兵。講到上訴理由，咪又係嗰啲舊橋，左抄右抄，當法官流嘅。今次真係搬起石頭走自己隻腳。你估法庭係你屋企開嘅咩？嗱，所以話做人唔好咁折墮，以為可以隻手遮天等天收啦。估計康橋啲受害者今晚應該可以食餐勁嘅，慶祝下。
喂喂喂，各位打工仔揸車嘅老友記，聽住啦，都話呢個世界真係好 L 荒謬噶嘛，乜嘢三無身份，咪即係扮嘢咯。喺大學度撈游水，撈到連自己係咪打工都唔記得，15個月同埋10個月，夠唔夠佢哋喺監倉入面重新進修下做人嘅道理？查實呢，計我話佢哋兩個嘅 IQ 加埋都唔夠150，點夠膽喺李嘉誠先生嘅名下搞震？真係唔怕李先生半夜3更入佢哋夢鬧爆佢哋。嗱，而家判咗都冇用噶啦，最慘嘅都係我哋呢啲星島市民交咁多稅，養埋呢啲暫米大蟲，唉，真係早唞都發唔落啊！以下係多倫多天氣。喂喂，聽講多倫多今日凍到成碌冰咁啊，2.2度，仲要吹西北風，哇，都咪話唔係挑戰緊各位街坊嘅忍耐力。諗下呢個天氣，擺明想將我哋啲打工仔凍成一嚿嚿嘅雪條，然後賣俾北極熊。喂！好彩今日紫外線指數得2，簡直低到冇朋友，大家可以慳返唔少防曬油錢。不過呢，記得着多件衫，唔好等陣凍到感冒，又去排長龍睇醫生啊！最後提提大家，揸車嘅朋友仔，小心路面濕滑，唔好貪快，安全第一啊！如果唔係，凍親就唔止你一個，仲會影響到交通，搞到大家遲到，咁就真係罪大惡極啦！聽日再見，拜拜。